Hello，我係風，歡迎收睇我嘅影片。趁住平日放假咧，就過嚟澳門行下兼住一晚。今次就想住一間新啲同埋喺氹仔嘅酒店，最後就揀咗位於氹仔銀河綜合度假城安達仕酒店。除此之外，吸引我去 book 呢間酒店嘅原因就係佢包埋銀河天浪桃園嘅門票。經港珠澳大橋嚟澳門，過咗關出咗去之後呢，就搭銀河嘅發財巴去到鑽石大堂。入到酒店，行去另一邊嘅水晶大堂，轉搭穿梭巴士到安達仕酒店。之前單睇介紹，感覺好似有啲唔方便，但實際嚟到又唔係喎。落咗車行入銀河，喺室內行一段路出酒店。室內有冷氣，有鋪頭食肆，望下睇下行下就嚟到另一邊嘅水晶大堂。行出去就有穿梭巴士啦，5至10分鐘就有一班，都唔使等好耐。整體嚟講，比我諗嘅簡單同埋舒服，都可以接受。如果你哋係搭船過嚟澳門，再搭銀河嘅發財巴，就已經直接嚟到水晶大堂出邊噶啦，唔使點行都可以轉搭穿梭巴士去到安達仕酒店，更加方便。由開車到酒店只不過係3至4分鐘嘅車程，調翻轉由酒店去銀河水晶大堂就耐少少，因為要兜路，不過都係6至7分鐘車程。哇！咁快就嚟到酒店。呢間酒店嘅 check-in 時間就係晏晝3點鐘，睇翻時間應該差唔多啦。而退房嘅時間就係朝頭早嘅11點。入到酒店一定就唔係金碧輝煌、好有氣派、好勁嗰隻，反而係另一種嘅感覺，係一間比較時尚、年輕同埋有格調嘅酒店。見到周圍都用咗唔同嘅顏色、材質、線條去營造成個酒店嘅氣氛同風格，加上酒店2023年9月先正式開幕，唔夠3年，所以十分之新。酒店嘅櫃位咧就唔係呢一層，呢一層只係寄存行李嘅啫，要搭 lift 上6樓先係。平日就唔算多人，所以辦理入住手續都好快。職員都好 nice 同埋有禮貌。酒店仲喺旁邊安達仕酒廊設有 welcome drinks 同埋小食免費俾住客享用，呢度就真係有驚喜嘅。有曲奇餅、杏仁同埋英記杏仁餅。嘢飲方面都唔係得一種，有熱有凍，凍嘅就有金香茶，熱嘅就有洋甘菊茶。攞完亦都唔需要罰企，呢度有枱有梳化，大家可以坐低慢慢享用。攞咗房卡就上房，途中經過幾個樓高幾層嘅木造櫃，放咗唔同形式同埋顏色嘅器皿，望落都幾靚。加上長樓梯配合起嚟，多咗份藝術氣息。今次間房呢就喺北翼大樓嗰邊，所以要行去另一邊搭 lift 上去。如果大家想用酒店嘅泳池同埋健身室，就會係喺6樓呢一層。呢一層亦都有個小酒吧可以飲翻杯。而向前行就係安達仕廚匯，食自助早餐就喺呢度。今次幾好啊，可以住高層，住16樓，爭一層就到頂樓啦。呢間酒店房呢，我就喺旅遊平台 book 嘅，計埋回贈大約1100蚊一晚，有得住新酒店之餘，仲有得去銀河嘅天浪桃園玩。呢個亦都係我揀呢間酒店嘅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呢間，拍卡入去睇睇靚唔靚先。入到嚟見到個 view 都幾開揚，唔錯。右手邊就係浴室同埋廁所，用咗雲石，感覺高級啲。有浴缸可以浸浴，如果中意嘅話，夜晚一邊浸浴一邊欣賞出邊嘅夜景，應該都幾正。拼到好似幅畫嘅就係基本用品，有牙刷、牙膏、梳、剃鬚刀。除此之外，酒店仲可以提供呢啲物品，浴缸套都有。打去服務中心就會送上嚟，都幾細心。而廁所同埋企缸用咗玻璃，空間都足夠，整體俾我感覺都幾時尚。酒店所提供嘅番梘、潤膚露、洗頭水、沐浴露、護髮素都係嚟自一間瑞典嘅頂級香薰品牌，叫做 Byredo。浴室同埋廁所就睇完啦，出返去影下其他地方先。打開衣櫃，裏邊除咗有衣架之外，仲有浴袍。而右手邊就有夾萬。最低就有2對拖鞋，呢2對拖鞋咧可以拎走，或者帶去天浪桃園裏邊着。喺裏邊行嚟行去，笪地都幾熱下噶。衣櫃隔離台面就有部咖啡機、電熱水煲同埋幾支免費嘅樽裝水。而拉開第一格櫃桶就會見到茶包同埋咖啡膠囊。而第2格櫃桶就有杯麵同埋酒店送俾大家嘅澳門手信、澳門英記餅家嘅禮盒，包裝十分之精美。睇下盒裏邊有啲咩先。
裏邊呢就唔單單淨係得杏仁餅，仲有完美嘅鳥結糖同埋一口蛋卷。最低嗰格就係雪櫃，房價就包咗一次 mini bar 嘅。雪櫃裏邊嘅嘢飲呢都係免費，有梳打水，呢支就係有氣嘅果汁，2罐可樂，1罐正常，1罐就係無糖，仲有1罐澳門嘅啤酒。輪到睇瞓覺嘅地方，由於我呢間就係尾房，所以床同埋電視機之間嘅距離咧會比其他位於中段同類型嘅房更加闊落。除此之外，其他都係一樣嘅啫。整體嚟講，瞓覺嘅地方望落都好舒適乾淨，房間佈置貫徹咗酒店嘅主題，都比較時尚。而床頭櫃除咗燈掣之外咧，仲有個叉電位，可以用 USB 線，亦都可以無線叉電，非常之方便啊！由房望出去，窗外景觀夠開揚，個天都好靚。遠處亦都見到氹仔嘅其他酒店，例如巴黎人有8字摩天輪嘅新濠影匯同埋新濠影匯 W 酒店。房就介紹完啦，夏天當然最好係玩水，房價包咗銀河天浪桃園入場費，唞唞就過去啦。樂園嘅開放時間由朝頭早嘅11點至到夜晚8點鐘，憑房卡就可以入場。入口就有2個，一個位於 JW 萬豪3樓，另一個就喺銀河酒店嘅2樓。我就測試過由酒店行去 JW 萬豪，只需要過2-3條馬路。睇個人步速啦，我自己就4分鐘左右就行到去 JW 萬豪，都算幾近。入到 JW 萬豪，轉左直行就有 lift， 登記入場之後所在地就係呢個位啦。而 lock 卡就需要使用樂園裏邊嘅 lock 卡，費用就係20蚊。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刪咗 lock 卡先發現攞漏嘢呢？呢度就唔需要擔心，因為 lock 卡可以多次存取，但就要記住撳繼續使用呢個選項。如果手快撳咗隔離，唔好意思啦，要再俾20蚊。樂園呢個位置絕對一個打卡位啊！啱角度就影到銀河做背景，出嚟嘅效果都幾靚。除咗玩衝浪池之外，呢個全球最長空中激流都值得體驗一下。坐住或者攬住水泡，慢慢漂浮，聽住背景音樂，夠晒悠閒，都好舒服。玩到5點左右都係時候返酒店。返到酒店見到安達士走廊都仲好熱鬧喎，過去睇睇先。原來酒店繼續有小食同埋嘢飲提供俾住客享用。游完水都有啲肚餓啊，食返幾件先。除咗有杏仁餅、榛子同埋牛油曲奇之外，呢一輪仲多咗一口豬扒包同埋檸檬撻。飲品方面居然有酒類飲品啊，有紅酒、白酒、啤酒同埋 cocktail。而非酒精類別就繼續有凍嘅陽光金香茶，另一邊呢就有洋甘菊茶同埋熱水。今次我就冇去食自助晚餐，反而去咗百老匯嘅美食街食晚餐，嗰邊呢都好多選擇。我自己就好滿意入住澳門安達士酒店嘅體驗，酒店夠新淨，前台服務態度以至酒店明白住客所需嘅細緻程度都好好。最後影一影由酒店房望出去嘅夜景。今集就嚟到呢度，歡迎大家訂閱我個頻道，下集再見。